着生意的失败，欠了很多债，甚至闹上了法庭。在这件事造成我的家人有很大的伤害。当我赌输的时候，我又哄我的老婆，骗我的老婆，把她所有的储蓄的钱都拿了出来给我。因着赌博，我一次一次的向我妈妈借钱，甚至我妈令到她很绝望。拿了公司的錢拿去賭，輸了很多錢。我漸漸輸咗我爸嘅成間公司，我連我仔嘅學費我都想輸。搞到第二窿響夾同大街吊我嘅布條，好似人哋選州議員咁樣。爭我太多阿窿，我甚至要搞到自己要跳樓。